再来看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今仔审查选罢法的修正草案，国民党提案要提悬罢免的标准哦。国民进党立委透早就抢占主席台，国民党立委是话讲赶紧开会，双方嘛发生冲突。国民党一个调集委员徐欣莹是要求议事人员宣读议事录，开始开会，也毋过后来就先宣布休困。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28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修正草案，哪力党团拢发出假期的动员令。民进党透早4点半就出击攻占主席台，但国民党一入场，双方就开始相嗌。 8审的6个修正草案内面，国民党立委柯武珍提案是涉及罢免的条件，主张讲就职无满1年，袂当做罢免的提议函连数。另外，若经历罢免同意票数必须要超过被罢免人当选的得票数，罢免案才当通过。从选举的时候的投票到罢免的投票，这中间大概至少要经过1年半以上，人跟事都会有很多的变化，基础不同的2个数据摆在一起。 来做比较，这也是不合理的。在会议内面，轮值调为国民党立委徐欣莹虽然讲坚持宣布开会，但是民进党认为讲是违法宣读，就要双方无人要让宣布休困。徐宇珍的版本前所未有，史上最高最难的罢免门槛。我们也认为这种偷渡的方式应当要来终止。刚刚徐欣莹的主持还不是内政委员会的麦克风，所有程序我们都认为当然是无效的。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在立法院可以好好的开会，好好的来审查预算。麦克风又被抢走，整个没有办法来进行。另外一边，民众党团是开记者会反对提悬限制，但是对罢免人数认为讲应该附身份证的影本，才袂有人假做。台湾民众党不赞成改动罢免门槛，但法律应该有一致性。 联署门槛应该要加严。我们认为现在各自的状况跟治安的状况越来越复杂的情形之下，反而会降低有些人呢在提出他自己罢免联署上面的一个意愿。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讲，罢免人数和限制加严，目前是无法度达成共识，只会让政党竞争更加厉害，落尾对社会安定和加强经济发展是无好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